我老婆喺嗰度，多謝。你人很美，然後嘴巴也很甜，但我還是要為難一下你。好，問你一個很複雜的問題，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。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。這個問題很難哦，你有信心嗎？請聽題，你的名字叫什麼？林千月。答對了，掌聲送給他。Oh my God！ 玻璃之前不信眼淚，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。三分球。我勸你早點歸去，你說你不想歸去，只要我抱着你，悠悠海風輕輕吹，冷卻了野火堆。